来看今仔透早，国道1号落南5股的出口，一台货车的驾驶可能无注意到头前在塞车，伊嘛无减速，结果撞到头前真侪台车，嘛造成一个人死亡，2个人受伤。另外，伫花莲北滨地下道，有一台货车去撞到头前的沙石车，2台车的人拢掉伫车内。白色货车对后壁撞到头前的大货车，车头严重变形，驾驶掉伫车内无喘气甲心跳。救援人员甲救出来了后，关机 CPR 也送病院急救。头前轰隆的车是2个人受到轻伤。一名男子驾驶小货车行经国道1号南向五股出口路段，因前方施工车流回堵，那小货车驾驶不明原因撞击前方大货车后车尾，再往前推撞前方的2部车辆，导致总共4部车的事故。肇事的货车驾驶经过抢救，也是救不回来，敢有酒精的反应，甲会抽血检验。另外，伫花莲市北滨地下道北边的出口，16下晡也发生一只货车撞到头前的沙石车车祸事故，驾驶甲乘客是掉伫车内。大家慢慢在前进嘛，前进的话，后面撞上来，你根本就没办法控制了。是这一台，它没有减速撞上去。救援人员甲驾驶、乘客救出来了后，赶紧送病院。警方初步调查，货车好亲像是车动故障，才会撞到头前的车。是小货车驾驶及乘客身体多处擦挫伤，所幸均无大碍。警方调查，双方驾驶均持有合格驾照，经检测均无酒精反应，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。警方呼吁洗车进前，驾驶爱检查车的状况，而且精神爱好，唔通伤忝搁要洗车，也要随时注意头前的动态，保持安全距离，才会当有效避免事故的发生。国视新闻采访报道。